布袋戏界真重要的大奖金奖奖，今年已经行到第17届。颁奖典礼伫咧今仔日下晡举办。上大奖最佳表演团体奖是由来自嘉义的五洲县艺个蒋中剧团得奖。主办金奖奖的婚礼馆政府表示，为着希望布袋戏通代代流传，现主是金奖奖也在咧做改变，毋但希望会使鼓励济济布袋戏界的先辈，也通吸引少年辈加入团成。 以传统布袋戏结合现代化灯光效果，行出新的风格。五洲县艺个蒋中剧团以侏罗传奇《好野收客囝》得到今年金奖奖的最佳表演团体奖。婚姻金奖不可断，蒋中艺术应流传。 短短2句连讲出布袋戏继续流传的愿望。那讲到少年辈今年的最佳口碑艺术奖是由上线军成片五洲园得奖，代表领奖的是剧团第3代少年辈艺术。伊讲现主是有济济少年辈在咧徛伫传统，行出布袋戏新的路。布袋戏伊会当加真侪元素咧内底，光雕还是啥物沙画后景，甚至是咱的舞台拢会当做改变，都无像一般传统迄种布景式舞台改变。 当中嘛，要保留咱传统的部分，一定要用迄个传统人但抑个有迄个主演的口碑，一定要是一个人讲，因为咱布袋戏上主要就是咱五音分明。 由布袋戏故乡云林主办的金奖奖已经行到第17届。云林县政府讲，为着让布袋戏通代代流传，金奖奖也等咧改变。以早就是大金奖，为着要让这40岁以下这个年轻的艺师也能够被看见，所以那么开始有这个青年金奖，那还有这个小金这个舞台来看到咱的传统布袋戏已经无同款了。 县政府讲，这个奖唔来鼓励自本就伫布袋戏界拍拼的老技师，也通提供少年辈一个舞台，招更较侪人加入。透过多元素结合推广，让民众继续重视布袋戏艺术。记者郭文定用凯台北报道。